中不嘞，然后那个马来话萨拉马达当，萨拉马达当，对，扎西德嘞，然后什么意思？你要告诉小朋友，你要告诉小朋友讲吉祥如意的意思，扎西德嘞就是藏啊，你就把自己扮演是藏人，看到那个西藏的法师，你跟他说扎西德嘞就好了。他说我们唱歌不用。很好看的，很好看，真的好看，转一个圈，转一个圈。一个圈，好看。全巴嘞，扎西德嘞，扎西德嘞。拢是用它，啊，或者是像我正常看的用它。